嚟到 A 記我要中六合彩嘅時候啦。其實香港人有邊個 moment 係唔想中六合彩㗎？所以我哋 A 記特登邀請咗幾位嘉賓，同大家預測下六合彩心水號碼，希望幫到大家啊嘛！事不宜遲，即刻睇下今期六合彩嘅資料。而家有請幾位嘉賓同我哋分享下佢哋嘅心水號碼。大家好，又到師姐為大家預測六合彩時間啦。我第一個中意嘅號碼係3號，第二個號碼係38。大家好，我係譚浩森師傅。今日呢，我喜歡嘅號碼呢係17號啦。另一個啱心水嘅號碼呢，就係呢個42號啦。祝大家好運。大家好，我係李元明。今期六合彩我嘅心水 number 係7號，另外一個 number 我就中意25號。以上嘅資料都係嘉賓嘅個人心水，你哋又點睇呢？祝大家好運！